好啊，是安尼啊。恁两个甲我的 VIP 客户拍到安尼，是要安行钱？这个拜托了，别个拍啊！有个3工了，我一定还你钱啊，拜托啦！半年前你就甲阮敲好，逐个月爱还3万啊，打即马咧？我给你还啦！我还保险收来咧，有一个金小管，要互阮老母来，你给他3万块，我随还你啦！你给我3工，其他的我全部3工了，全部还你啦！拜托啦！拜托啦，这个。去吹啦！定啦！对，什么偷开啦？拜托啦！你第一件啊，紧，快，老久。你痛啊！你痛的！啊！你个狗怕！啊！你个狗怕！干！给你啊！哦！啊！再快！再快！再快！拍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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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点！拍着拍着拍着，已经车啦！哇嘞！来，人咧？无去啊！你讲你是？你两个创啥？警车啊！好。你娘的臭嘴就莫互你白了着，了着就甲邮寄恶闯。哥，你搁甲我斗3工一届啦！我老等下等手要安怎啦？你这届一定要甲我斗3工啦，拜托啦！妈，我等来啊！哇，好了，你这上开我啊！你莫搁话，妈无想要见你哦。好，哥知影，你钱。好，来，这你摕。哦，以后莫搁转来。就当作吼，咱兜有你这囡仔，走，走，走，你拢看我衰小啦！每天斗3工，你莫晓快啦！哎，当作我遗憾啊！哎，拜托！我知啦，你爱我去死啊！你做我去啊！小丽丽啊，你咧管内会当互我无？啊？我讲你咧啉了未啦？你啉煞会当互我无啦？等我。
坐下。等下啊，等下，坐下。我使，来，这样互你啊！啊，你赶紧休息，囡仔歇困咧。哎，家己底下嫌我咧。哦，好啦。强啊，别挂。别啦，坐下你啦。啊，来。我话俾我，大家讲本事。是咧，是咧，摕出来啊！存家的钱啊，啊，想要甲拼落去啊，快！你冲啥小朋友啊？你是靠背打小啦啊，关你什么代志啊？关你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闭嘴呀，靠腰呀啊！干！差他小，差他小，明宏啊，明宏，明宏，妈，爸，你看这人是谁啊？表姐啊，你先准备把这个人带回来啦！喂，这个阿叫啊吼，我把做回收吼，做了伤惯势，啥物啊沙不路的哦，拢捡回来厝。哦，而且伊看起来又毋是好人的款啊！查甫人哦，若毋是抢劫的，就是强奸的啦，够恐怖的。阿卢啊，有我伫个吼，袂互你去用欺负啦。王爸，你要保护我哦。哎。恁大只啊，这桥卡呢？桥卡是安怎啊？我甲你讲啦，日时吼会当晒日头啦，暗时啊有当看夜景。哎，这叫做开放式地堡，有钱哦，无一定住会着啦。真正的，捌啊毋捌啊？妈，就是讲咩？搞这个啊！我搞这个啊嘞！好啊是，你的啊？小查某啊！你讲这个小查某啊？你哪有骗人啊？你偷去别人物件，你小查某啊！我毋是小查某，王爸。少年兄，安怎？去食歌庙讲哦啊，无人教你讲了有礼貌。你大只你才去食啦！
我安尼冒条条咧，你明明是要偷摕我的物件啦。你这个是在讲啥啊？啊！别跟我闹啦！你want解酒的，你啉了紧走啦。无啊，这车关掉啊，我暂时想落起来啊。免管啦，你出去了，当做你毋捌来过哈。遗憾。锁扣的啦！歹势，罗生，这间厝吼是登记伫恁妈妈的名，阮遮吼可能需要恁妈妈过来一撮，阮才有法度帮你办贷款。好了，多谢。喂，赖明宏，赶紧让他们走！老师，哇，你真够走嘛！老师，老师们，哇，别跑了！快来！哎，我有几趟眼呢？这个，我有几趟眼呢？赖上，小无读册是安那？这厝面顶的所有权人叫李玉梅。啊，对啊，李玉梅啊，伊就是阮老母啊。啊，我头仔去银行就是为了要贷款啊。啊，银行的人讲虽然这是老厝啦，毋过，上袂当贷几百万啊。哎，手续足紧就出来啊。钱落来我随行你啊，拜托啊。哦。我流浪的吼，规工伫桥头遮热燥啦。那咱国家的面都拢写了去，啊，咱6岁人哦，开遐侪钱去遮收容所，你嘛要去住。啊，规工酒味遮车头啦、路边啦，啊，我就想啊，这嘛咱开遐侪。了，哎，杨涵姐，你讲我厝内便当较去别个所在，哪会敢顾人分啊？无啊，哪有可能？啊，阮明明就有点过啊。无啊，涵姐，看起来哦。大家歹势啦，阮今仔日的便当已经分了啊，明仔载会过来啦。那安尼，毋是讲有100个便当？吼，我搁专工为同病来了，那就无啊啦。是嘞啦，是嘞啦。免排啊啦，无啊啦，拢分了啊啦。
今歹势啊，明仔载过来。这是你遐分的便当。对啊，讲什么便当无啊？无怪拢分无。原来便当就是你偷摕啊！你在讲啥？你偷摕便当啊？哪有便当？这不是我的哦，那放在遮。唔是你的，唔是你的啦，便当拢在遮。我哪会知啦？我偷便当，来来是我偷摕啦，来去啦，是我偷摕啦，你不是我摕啦。别吵架，把酒，无你啥偷啊？便当呢？啊，对起来把酒快点洗，你两个共党的对无？哎，加快步了啊！来来讲，来来来啦，快打球！这几人跳节奏了，什么意思？加啊！把球！把球！哎！叫姊啊，你是安怎搁把这个人带转来啦？你生到这款，一定是想要害人的啦。啊，人我去互误会吼，伊跳出来甲我解说，人讲救人一命吼，胜造7级的葡萄啦。我唔管啥物葡萄的是把脸污啦，啊，伊生到这款，一看知影是歹人啊。啊，搁有啊，先转伊遐尼大好去甲你救，我听到就是迄种哦，专门偷偷对伫咧走人后壁迄种变态，就是跟踪狂啊。哎，你较尊重的哦，啊你离暗，无你神经病。喂，哎，小三公狗你敢不才会当黑白讲咩啦？有听无？你紧离开啦！我想要离开，这叫敢你做的啊？哎，我凭啥要听你的啊？我骗了无啊？我要踮你家啦！你袂要踮遮啦？这是阮先来的，这是阮兜的。恁兜哦，你换成过来啊？哦，恁兜风景袂歹呢。好啦，点啦！过弯哦，两个都赶走啦。王爸，你头拄讲，你要留遮，有影无？当作我爱来的，啊，毋是我无所在通去，啊，厝里人后摆插我，我来第一空是人去倒啦。我这应该免钱哦。我甲你讲啦，阮无去住台北车头，阮也无去困龙山寺，阮就是惊会危险。你若是要留喺遮，你绝对袂用危害阮的安全，你敢做会到？成功。抑阁有啦，你好脚好手，袂用要食毋讨趁，爱做事。做事。哦，啊，看你是要甲你斗三人钟，你还是要洗碗啦？这搬物件我嘛想搞的啦。哦。后啊，明仔载甲刷起来。正拄好，马仔路口吼，拄好欠骹手，就是需要你这款少年骹手留下来。路口。好啦，拜托一下哦，谢谢。有啊啦，哦，你有，有啊哦，5号。
人足青草的哦，我甲你讲啦。我今日去市场的时阵，迄头家娘一条拢讲我生了足够水，我甲伊讲唔免啦，伊都硬要送我。恁看，今日有肉、有豆腐、燕饺，还有番麦，咱今日后就来食火锅，好，食火锅。啊，若是今日食袂了哦，无要紧啊，咱明仔载哦才会烘肉啦，吼。我不爱烘肉。那安尼咱今日照料。阿如啊，啊你今仔会晓食袂啦？嘿，有啦，我有食过啊。食饭。哎，你哪有够无意思呢？啊，收工也无等我。哦，我甲你才食火锅哦。来啦，到阵啦。阿如啊，刷去，快点哦！我已经忝到无法通笑。来了，啊，卖杂物，到咱家啦。淡水滚哦，来起来吧。你巴肚咧枵哟？哦，袂输咧单雷公咧，规个叫旁拢听着啊啦。来，你来，跟我来。哇呀，要做事，啊这忝到要死，领嘛一个我韩钱，听有够无重要，我甘愿你遐夭寿。你若春晚要饿死吼，无人叫你有法的啦。我嘛是无拍拼过啊，真正做啥做袂起来呐。袂讲笑啊，真无啊生菜瓜啊。我真正不管做啥啊，我最爱只用陪了了。感觉会枵？讲啊，你这无讲啊。好，安尼吼，我带你来去台北大饭店食好料的。讲啊。你食好料进前吼，先款就进去哈。哇！姐，我好啊，咱来去饭店。哦，啊，你哪有今天查甫囡仔咧穿衫啊？阮囝即摆无咧穿的啦。你有后生哦？哦，安尼讲你等你家就不好嘞。你遐搞话哈？啊，无你莫穿啦。要穿。咱今日去饭店啦。啊，有我讲开先哦，我这落地啊空空哦。
啊，迄饭店的钱哦，你要请我哦。啊，你讲迄台北大饭店是倒一间啊？这就是台北大饭店啊。嗯。哦。好，来，这互你，这嘛互你来。老早，哦，你今仔日穿啊足水的呢，是买啥？这哦。哦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老早。哦，来。来，买啥？好。哦。啊，许多姐啊，买啥？老早。哦。你买。我以前敢若无看过你诶，你新来啊？哦，无啦，啊，我看因可能来甲因斗相共啦。哦，迄王伯去啦。会啦。哦，王伯无来哦。无啦。好，来，你买啥？同款的就好啦。这啦。好，这嘛。来。好，来。啊，这个要报名还有法度去哦。无遐严格啦。碰成糖好巧，哇！要波啊，一起来吃。哦。哈哈哈哈。啊，咱伫棚内面的物件，拢是为遮捡来。要捡遮回收吼嘛，无遐简单，目色爱好啊。看到啥物较好的介意，先占先赢啦。我细汉的时阵啊，阮母啊嘛就爱四界捡人爱无爱的家具啊。你毋知？伊连迄水果啊，拢买迄要烂伊个啊，讲啥物哦？啊，迄较细较芳啊，其实是无钱。啊，伊捡定遐家具啊，拢有一种臭扑味。我即世人更歹闻迄味的臭。伊咋？我希望讲我大汉了哦，会当开一个足大间的家具行哦。哦，啊，逐工片迄家具安尼新新芳芳的味哦，尤其是迄种，迄无人用过，迄工厂做好送来的，哦，上芳。你的梦敢有实现？嗯，当然的啊。我伫迄房价遐有一个足大间的家具行呢，叫亿。迄亿万富翁的亿哦，迄连港有闲哦，我带你来说。来说起来，反正迄到尾啊，啥物拢无。我迄边看卖。哦。一、二、三，一咻，哇，那目着火啦，太高啊啦，无彩，这阵莫捡啦。啊？无爱啊？无彩呢。一点点啊尔。
哦，这新兵哪流浪到这来啊？唔知拄着什么劫数。来，哎，咱无爱坐这台哦。这台就爱开钱，咱快点坐免钱的啦。哦，免钱的哦。啊是讲省迄几十块银仔，敢有差啊？食命皇帝厝，小富油欠你捌听过啊？哦，是，多谢秋菊师傅的指点。别碰啊！别碰啊！爆米香好食无？头家啊，哎，对，爆米香这份来一份啊。好，来，这咧创啥啦？车钱拄啊好使，你来买爆米香。头家啊，较紧嘞！好，什么香钱？好，谢谢。下来，下来。哦。这来看呐，我细汉的时阵啊，阮妈嘛是喺卖爆米香的，我听着讲，伊喺在动的声，我就惊个抓去个。啊，讲迄米香啊，叫伊点尔，当作一台要臭鱼人啊！我大概知影要讲，我想走去米起来，啊，等伊讲完，我偷偷出来给一个来接。你莫一工假吼，甲阿罗安尼咧玩咧搭啦。家己爱甲我玩。你这个囡仔听无啦？是哦。哎，做细汉就听过。是吧？因翁拍的啦。哦，你都毋知伊迄个翁有偌粗残的。哦。后壁，你骹安尼一摆也毋爱看先。伊迄个毋是破病，内底吼枪支捌拍过，看是啦，唯一的啊。呀，那你是安怎会到你叫吧？
喂，对，无啊，你也是无回来过啊。唉，拢几啊工啊，我想应该咪当去租厝啊吧。有啦，我知啦。对，你无打搁回来啊啦。我无想要搁咪咧遮哦，够无聊的。哦，好啦，大概你无用。哦。脏掉啊！卡在啥呀？我说是咧，伫车顶啦。叫姐你看啦，我讲了无毋对，伊嘛偷看你的车，伊搁欠高利贷咧。我无欠迄钱算钱，我哪来安尼死过去？啊你啥物个？我知啦，你个人怨啦，恁厝里人拢无爱你啦。点点啦，我是有点要活命，无惨像你。你这惨啊！哎呦，讲话嘛歹听，我即间家具行的头家啦，什么惨啦？我好心去客车等于互恁用呢，真好心为情。好笑，家具行的头家，那恁衫内底头上啥？我看啊，啊？你出我看，你出我看。是啊。是啊。紧走，紧走！挂面好，紧走！挂面好。那边。总哪小？搞个等来！啊！你叫我走啊！来跑我啊！你找我了，你！你好，我姐姐。叫姐啊！紧走！紧来啦！你别个过来啦！知啦，油门已经吹到底啊啦。奇怪，哪会袂讲啦？是倒位歹去啊啦！啊，头拄捡到的时阵就还佫会讲啊！阿鲁啊，来拍戏就甲戏上啊啦！袂用诶，这是阮囝上介意的小熊。来啊，我收你看卖啦！真的啦，我收你看卖。真的啦。可能无电啊啦，这样跟我落来吧。哦。我从来拢唔敢买这种物件送互阮囝，因为我若是知影我后爸开钱，伊拢会足生气，伊毋若会甲我拍，有当阵连阮囝嘛会做伙拍成了。我足久无看到伊啊！也毋知影伊即马过了好无？
你看啊，处理好安尼。阿如，恁囝若知影有一个遮尔爱伊的妈妈，我相信一定会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到大汉。我甲你讲哦，伊可以变成诶，安尼啦，细节，细节。干伊哦！真是呢，赵国子，你是阮囝上喜欢的小熊。伊困的时阵，拢爱甲小熊摸咧身躯顶安尼困。阿如啊，迄只刀啊，甲我拿过来遮。哦。王爸，哎，刚有收到三个啊？恁你无赢。啊，跟我来啊，跟我来啊！来来来，叫。领袖来喽！哦。哦，咱拜拜哦。哦。王啊，对，你好就过来拜拜。好。大家合适就好啊。好。合适。姐啊，这敢若袂歹呢。拢环保的哦。这条哦，适合你哦。哎呦，免啦，无需要。好看嘞，你电话请我食饭嘞，这条送你。安尼好看啦。好看啦。有介意吼？介意就下个啦。吼，安尼偌济？100。100。靠腰。这件嘛就是哦。头家啊，你讲100吼？100，多谢。姐啊，我想哦，巴肚咧滚觉，恁豆拉说吼。这个嘛就水的呢。无啦，我就找无阮母啊，毋过我有咧处理啊。迄阿姨啊，甲阮母也生做共面的，我就甲伊盘烂一下啊，请伊去银行帮我甲迄厝贷款，贷款了就随行你啊，吼，拜托啊。这种无真水呢吼，有钱买无啊？我顶你笑呀！
我这里。明仔载我要甲3万块用你啊！明仔载。我按时啊，我就要看落去。我若无看落去，家内底的物件，我就挖出来赌上。有听无？有听无？不按时啊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说，阿旺爷爷好。啊，元宝几岁7岁。哎呦7岁。哦，第一听有呢，7岁。哦元呦宝好元宝安尼这搞哦。我的元宝最乖了。元宝，嘿嘿嘿。乖的对不对？嗯。元宝，我这啥囡仔？看你的小熊。这个脏脏的。啊，那想找一个囡仔。元宝吼，阿鲁因囝啦。敢真正因囝啊？啊，当然嘛不是。5年前吼，阿鲁为厝逃走出来的时阵哦，因囝已经咧读小学啊啦。无啊，这毋着逃跑的哈？嘛袂用讲是逃跑的啦，啊着阿鲁若看迄路的有迄个囡仔高高一个吼，伊就去甲人拍招呼，啊哪会知影即边吼，搁甲即个囡仔带转来。较早嘛捌安尼哦。阿如啊，来，有先食咧，啊？来弟弟，来你来我食吼，过来，哎呦，哦吼，你命足高水的呢。元宝来，元宝婆。哎，阿如啊，你先甲我讲，你囡仔吼，你这都共抱的啦。毋是啊，就伫市场的时阵，我看到伊一个人行去，看起来足惊吓的。我陪伊四界行找伊的爸爸妈妈，就找无。我问伊讲，你要跟我回来无？伊就讲好啊，我就甲伊带回来啊嘛。无啦，袂用我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吼爱紧带来行人啦。袂啦。无啦，你爱紧带来行人啦，无会麻烦啦。无安尼，一暝就好啊，一暝。袂用诶，明仔载，等明仔载，我带伊去警察局，好无？明仔载哦，明仔载一定的哦，你讲有定哦。好，元宝来，妈妈婆来。喂，林小姐吼，我阿菊啊啦，我要甲你报告一件代志啦。
萝卜炒，萝卜切切切，包饺子包饺子，捏捏捏，捏捏捏捏捏，捏捏捏捏捏。来，元宝，这好哩。叫气啊！叫气啊！你是咧找啥啦？我咧找我的钱袋啊啦！什么钱袋啊？就是我常常下巴肚啊，迄个叫啊色，顶头搁一个大桶宝宝迄个啦。你是毋是家己放伫地你袂记的？还是你钱伫迄乌多摆迄枪箱内底？我找过啊，都无啦。哎呦，你找迄是要创啊啦？内底有我3万块伫的啦。3万？阿舅啊，是安尼，你身躯边肯定较侪钱啦。你莫负责呀！哎呦，先倒车啦。阿红啊，你有看到迄叫姐迄钱袋啊无啊？是啊，唔知啦。你有看到无啦？我无看到啊。你真奇怪呢。你哪会袂晓倒车啊？态度几遐歹啊？是毋是你摕？你嘛好啊，又搁我，你若捌怀疑上辈啊？自阮三个大家斗阵到即摆哦，遮侪年啊，毋捌有人拍见过物件啦。是你出现才开始的呢。这有前科的咧，你偷抱一个囡仔转来咧。谁我偷抱囡仔？你莫来牵拖哦，即摆重点是阿菊的钱无去啊啦。好啊，你真就是咧针对我嘛？那你我讲啥都无效嘛？我捌跟你讲啊。你这人态度真正有够歹的呢。我态度歹。你老实讲，你是毋是做菜心虚哈？我做菜对人可以做菜啦，无要安怎？叫警察来搞你啊！你莫现大声，莫讲伊无现惊就好你这大声，你吵遮济，上大声的你啊！大家拢针对我。对啦，莫讲我啦。我相信你无偷摕，无得讲吼，我家己黑白钱啊，唔知钱安倒位去啊。人老啊啦，歹记伫啊啦。我讲真话，我先来做事啦。你去陪元宝，无你的代志。像安尼啊，电锅变过来，这吼有螺丝，螺丝先甲转落零，安尼搅开，安就开啊，像这边啊。你啥要欠遐个钱啊？你看。阿爹，最近哦已经救到大底啊！我较早去看医生的时阵，医生就讲哦，你袂报警，唔就共款啦。啊，你较严重着，莫搁拖啦，紧看啊！咱这住喺外口的人吼，有一步上歹，爱看医生；一步有够歹，有够麻烦。叫姐，我刚才讲过，其实你甲阮母啊，其实就共面的。你讲这要创啊？我想讲，你会当用阮母啊健保去看水去啊，安尼会当省足侪钱的。安尼敢好？那有啥物好毋好啦？啊，健保逐个月拢在纳，啊无加减嘛用一个外无彩啊。好啦好啦，等下讲好啊哦。来哟，明红剃头毛条。你敢正经会晓教？喏，拜托诶！细汉诶时阵啊，拢是阮母啊咧替我甲阮哥夹头毛啦。啊，我来头学几步啊！阮妈讲哦，我手艺袂歹呢，
来，我咧试看卖我的功夫吼。水当当的李玉梅啊！哦，再看卖有成无？哦，100%有够成啦！敢有成？有喏。哦，安尼来装装的水哦，菊姐啊。我细汉的时阵哦，阮母也嘛拢教安尼咧，别人一定认袂出来啦。阿嬷，歹势咧，阮是收健保卡，袂咧收身份证哦。阿母啊哦，甲你讲过几百遍啊，看医生爱查健保卡，健保卡。安尼查身份证是要安怎看啦？哎呦，是的啦，我都会记，我有查出来啊，查唔对去啦。哎呦，歹势啊，敢袂用你小拜托一下？无法度呢。啊，人讲无法度啦。啊，你敢知我平常是肝无用，啊，今日特别请假陪来看医生啦。啊，一张健保卡也袂记查。歹势啦，啊，查唔对去啦。查唔对，你是闹翻颠啦！莫看，莫看，莫看。无安尼好无？阿嬷，我今日嘛甲你用健保挂号，你有闲或者摕健保卡来补，好无？安尼你两位先去边仔坐者。好。谢谢啊。姐啊，阿母，这互你啊。做啥你？你即摆咧欠人钱，我袂甲你欠这啦。我这算敢有欠钱啊？啊，歹收咧收咧，钱可难得有啊，收来啦。林小姐。哦，我有打电话给社工啦，叫伊来带元宝转去。哎，来，你安心啊，看出去。这小可代志，交我啦。等我。嘿，林小姐，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外面接电话。哎，这收无啦。哎，安尼敢有听到？喂，嘿，我赖明宏啦。嘿，林小姐，你讲。喂，大先生，我已经甲警察讲过元宝的代志啊。伊讲只要伫今仔日暗时进前，甲囡仔送倒去警察局，27点钟以内就无算是诱拐，上好是较紧的，下晡3点之前一定要甲囡仔送上来哦。也无吼，若等甲警察上门，代志就歹处理啊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小姐歹势啊，你敢有看到头头要看水去迄个纸啊？哦，你讲你妈妈哦？哦。我做食叫人叫无，我想讲你敢是倒去摕健保卡？啊，对啦，我去换健保卡。嗯。谢谢啊。来。你我甲一半人是走去倒？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才10000块。啊，拜托你甲我寄这个户头。好，无问题。啊，你这钱是要回送啊？我要汇互阮查孙仔啦，毋过这个户头这个名吼是因外妈的名，嘿。哦，安尼哦。好好，你小等一下，我甲你处理嘿。玉姐啊，你是安怎要甲我互你的钱汇去别人口座？是要汇互恁囝？我的后生，就是这一款落雨天，出车祸死的。讲起来吼，老囡仔嘛实在真歹命，从细汉就无老爸。 搁拄着我这款的老母，有一遍啊，
伊老师也教讲，伊班拍无钱是阿变咱偷摕。我讲，伊讲毋是，我毋相信，我搁甲拍。我甲讲哦，查甫囝敢做敢担当。到尾去就知影讲是一个误会啦。迄阵拄好朋友予我一个大同包包，我就准啊去互阮阿边啊，伊偌欢喜咧。实在讲哦，迄也毋是啥物偌值钱的物件，啊，毋过伊偌保守咧。有一天，我准备要去夜班，阿边仔打电话给我，伊甲我讲哦，因阿某要先去幼稚园接妹妹，才要我去要过2个转来甲我过生日，讲叫我一定要等因转来食饭。我甲讲哦，啊你着较紧的哦，无我上班会袂赴哦。两个大人救我起来，妹妹重伤，我即摆若总有欠一点仔钱，我着紧汇去互阮饲母。我即摆唯一会当做嘛，甲安尼。啊，变仔走了后，我着一直想讲哦，是安怎？我给大同包包互伊的时阵，我乃无甲回信咧啦，我乃无甲讲，阿边啊，歹势啦，妈妈误会你啊，是我的毋对，毋是你的毋对，我应该相信我家己的后生啦。继续保护阿卢啊，佮拖累代志愈来愈严重啦。我拢知啦，啊，这个话我嘛甲阿卢讲过啊，啊，伊就唔肯放手。拜托一个啦，你著互阿卢淡薄仔时间哦，莫佮甲刺激啊啦。无时间啦。林小姐，这是安怎啦？啊，来带警察来啦！我毋是叫恁赶紧将囡仔送倒去警察局，啊，即摆囡仔的爸母讲要告恁所有的人啦。我知。 金平人啦，啊！我红警察来跟你囡仔啦，这是我的囡仔。阿罗，你赶紧看，报警！阿罗，你莫讲，是我的囡仔，是我的囡仔，你赶紧看！阿卢，阿卢，
过2天啊，才甲带伊去病院啦。我今日讲互伊这阵啊，你刺激伤济，伊会袂堪去啦。拜托啦，搁过2天啊，就好啦。老姐，你毋是伊的家属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甲伊照顾。拜托你，拜托你啦。王爸，叫姐，我想要去啦。我袂啊啦，我袂去啊啦。叫姐，阿如我甲你讲哦，你爱乖乖，你爱乖乖听因的话哦，吼你若足乖吼，阮一定去甲你看，阮定定要去甲你看。你爱较健康，有听无？我会啊。阿如。嘿，阿舅啊，姐，你啥我啦？阿红啊，阿红，阿红啊，好，多牙会收水。啊，袂当去安尼落啊！我看，我紧带伊来看医生。哎，我今仔日袂用去看医生的啦。迄柑仔店头家娘吼，甲我有约束伊的。伊讲今仔日你的纸箱啊拢要好啊，我一定爱去啦。你查孙仔都搁爱手术的。啊，我甲你讲啦，回收哦，我替你去做啦，安袂好。阿翁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负责去做回收，你负责甲阿舅啊吼带去看医生，知无？知啦。翁啊，王伯，外口天气足寒的啦，加牵挂。哦，搁吹啊，莫夹着呢。好啦好啦，阿舅啊，听无？紧去看医生。多谢你啦。3班。罗面红，这个你走袂去啊！免啦，我搁困一醒就好啊啦。你想遮济啦？哎呦，免看医生啦。袂当无看啦，来，身体哦，我来帮你挂好。这个病人即摆是啥物状况？拄啊发生车祸，头壳弄着，腰脊搁骨折。等下，你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伊敢若是拄啊做环保的时阵去互车弄着啊。我常常拢会想讲哦，人去互车弄着的迄个时阵，到底是有偌疼？啊，若去弄到昏去，就袂感觉着疼啊，先莫烦恼啦。
请问倒一位是林家宏先生的家属？我家啦，来办大医哦。我来处理掉啊。阿姨啊，医生开的药先吃一包。先吃。睡觉。谢谢。我到病院啊，啊恁人咧？一时啊开诚好，恁要开遮甲路，出现一个替死鬼。我找着人哦，我去食药剂。啊恁人咧？你倒啦？创啥啦？办好啊！当然拢办好啊。啊，毋过王伯即个这严重，我毋知医药费也开偌济，咱可能无够遮侪钱。要安怎啦？唉，我有想到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啦？这办法需要你斗相共。今仔日要办理的是底下这间房地产的贷款，目的是投资理财，对无？系啦。办理的人是罗明宏先生，你甲这间厝的所有权人关系是？系啦。啊，你用问到阮妈啊？啊，这个阮妈的厝啦。好，无你稍等我一下。你看，阿姨，这栋厝已经过户林为这位老先生，毋是这位罗明宏。是啊，这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就伫顶个月啊，你毋知这个代志吗？恁等我一下。好。罗明贤啊，你是啥物意思啊？你是搁干嘛骗人骗啥骗啥？为哪个出过好你啊？我这生目睭我靠个遮皮皮的人啊！我说你这做干巧呢？不管你真着要法底看嘛？你小熊已经做做过了，你讲啊？你讲话啊？你讲啥？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无钱哦，咱再去想办法啦。咱再过来想办法，你莫烦恼啦，啊！高姐啊，佮讲我嘛着感情走啊，我无妈妈。啊！你真正要甲这个车借我？车本来就是要徛来徛的啊。多谢你。
明芳啊，你等等，来，车车风头。你家己穿的啦。哎呦，你烦恼啥？我今日起来就有衫通我穿啊。啊，你若寒着咧？袂啦，我今日起来车都有衫通我穿啊啦。本来嘛都小运一下，无风哦，拢一直撞入去，啊？你看，风会撞入去啦，你看。那你家己保重哦。嗯。那呢，我顶下等个收据，妈是已经最严重哦。你小办法看嘛？讲什么都有用啦，是妈无想要记你呢。伊无想要知影你伫外口阁欠偌济孝，阁较送出什么钱，才会害伊死亡冤客啦。你别讲我白骗哦！你在讲啥笑啊？哎，你是欠婚的嘛？你欠婚妈做啥要卡电话？你讲什么笑话啊？你别把这卖钱卖厝啦，怎么道理啊？哪里好？你是有够自私的呢？我甲你讲，像恁这款人哦，就注定爱孤老死啦。你上甲你做伙哦，早晚会去互你害死。摕啦！这份是妈留予你的，这钱你摕。以后你是死是活，拢甲阮兜无关系。这是妈清楚讲的。快点起来呀！你也知啦，你也知向你3万哦。迄阿姨啊，甲我母生做共面的，我就甲伊盘烂一个啊，请伊哦去银行帮我甲伊厝贷款，贷款了就随向你啊。
阿姨，阿姨，阮是干务局的啦。你身体是无爽快是无？阿姨好，你先起来啊，来，紧去看医生啊。来，免啦，紧去看医生哦，叫人带你去病院啦。我不爱，爱看医生才会好啊。我要住在这，我要住在，等下，这我，来，莫好，来，紧去病院哦。来，头洗你哦。照规定哦，才袂使搁带人啊。买啦，好阿姨，拜托啦，你紧离开啦，才唔通搁带啦。拜托。哦。哦，水来哦，人来喷水啊啦！紧走，水都用了水啦，莫过啊济啊！来走来走，什么话所在地？再来关心社会新闻，由村委员要求要来清理家有的问题。前几日伫新北市正济顺桥的桥骹打一寡头头，嘛发现有家友住伫内底。有民众是正烦恼讲，这恐惊有治安的疑虑。有议员的办公室是表示讲，已经联络干部局甲社会局，未来一礼拜内会来重点处理家友。干你娘！年轻人不要这么激动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过来，好。姐，你等我，我要来解救啊！你跟等我姐，姐，姐，你等我啊！姐，姐。姐，姐，我变好了。我等下，我赶快喂到的。姐，你等下。姐，你较精神的哦，姐，阿红，阿红啊，你莫插我，你走，你紧走，你莫排我落去。没用的啦，有重啦，我会转去啦。我袂放你坐啊，你姐。莫啦，我要救你出去。来，你给我绕掉，来，你给我绕掉哦。谢谢你啦。来。你给我快点啊！阿斌啊，是你啦。妈，我阿斌啊，我等下给你看，你敢加油的？
你不是讲要救妹妹？我要甲你陪伊带你甲救的。姐，姐，姐，啊！姐，姐，你甲出事啦！救护车！妈，救护车来啊！姐，那赶快救护车来啊！救护车！妈，救护车给我妈！真是啊，是啊。秋哥姐，你看是谁来啊？表姐啊，我就想你啊，就想你耶！对，当出来啦。伊的表现真好，会当创意啊。哦，真好，我嘛就想你的啦，真好呢。啊，就唔知影吼，有人会想我袂吼。王爸，我嘛就想你耶！王伯啊，我就知你病意真重，不要快死吼。迄个你讲大大细细，什么都毋捌看过吼。啊，这款的吼，小可代志尔。是啊。阿如。王伯啊，我真正足多谢恁的，恁让我知影，恁拢是袂互命运拍败的人，已经袂互啥物困难拍败啊，对无？只有我的，只要继续我的，你会有希望。姐啊，你好，姐啊，救我车来啊！姐啊，我会救你出去，我会救你出去。